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嘅阿靜啊。今日同大家嚟到大圍嘅柏傲莊去睇一個2房1套連儲密室嘅單位，而且呢仲係一個罕有嘅緊廚單位嚟嘅添。咁呢度呢就係7B 座嘅中層 B 室，實用面積為617尺。咁我而家呢係喺呢一個露台嘅位置，可以望到非常開揚嘅山景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呢，記住睇埋落去啦。一打開大門就會嚟到玄關位，直望客飯廳。咁玄關位旁邊呢會有個儲物室，而儲物室嘅空間呢都好四正，可以用嚟做工人房啦，或者一個衣帽間都冇問題。之後我哋出返去客飯廳，客飯廳嘅空間呢呈一個長方形，由走廊位嚟劃分返空間。然後我哋出去露台望一望，露台望出去嘅景觀都好開揚，會望返獅子山方向嘅山景。之後我哋入返去室內，咁我哋首先去咗呢一個廚房先。廚房係罕有嘅緊廚，空間正正方方，備餐空間呈一個 U 字形。然後我哋出返去到走廊位。咁走廊嘅右手邊呢，會係第一間睡房。呢間睡房正正方方，家私擺位都可以好靈活。然後景觀方面呢，都係望返獅子山嘅方向。之後我哋去斜對面嘅浴室，浴室呢度用咗趟門設計，更加慳位。而呢一度呢，係採用咗企缸嘅設計。最後嚟到走廊嘅盡頭就係主人套房啦。咁2房又有套房嘅話呢，其實喺市場上都非常罕有。咁呢個套房嘅空間呢，都係好四正，非常實用。然後我哋出去工作平台望一望，咁樣呢，都係望返呢個獅子山嘅方向。最後我哋睇埋個套廁，咁套廁呢度呢，就採用咗浴缸嘅設計啦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記住聯絡我啦。